大家好，又係我 Lily 啊！今日我喺間君臨天下三房露台維港景豪裝租盤單位，想同你推介。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，撳訂閱 subscribe， 然後撳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。今日要同你哋介紹呢個單位，正處於君臨天下一座中層私室，實用面積1051平方尺。佢係三房套連埋工人套房嘅間隔之餘呢，仲係有露台同埋附設咗品味嘅豪裝㗎喎。另外業主亦都好花心思咧，整體成間屋房間咧，亦都加咗好多實用嘅衣櫃同埋咧收納櫃，令到可用嘅空間咧係大大提升㗎。事不宜遲，同大家睇下呢個無敵維港景嘅優質租盤啦！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一層係有6伙，附設有3個升降機㗎。而左手邊呢個啡色門推出去呢，正就係貨 lift 同埋回收嘅位置。今日我要介紹嘅單位呢，轉個彎就到啦。我哋一齊入嚟睇睇啊！入到嚟你會經過呢個玄關位，未入到個廳呢，先見到呢張紅唇張開咗啊，就好似熱烈地歡迎我哋嚟到呢一個客廳咁樣。入到嚟見到呢個咧寬敞而明亮嘅廳，大概係有256平方尺，闊度分別係11.5尺，長度22.3尺。你哋有冇留意啊？喺露台上面咧，亦都加咗個吧台位，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同你嘅屋企人、朋友一邊睇無敵嘅維港景之餘咧，一邊喺度吹下風、飲下嘢、食下嘢，一路睇景，一路咧傾心事，幾唔錯㗎。遠處仲可以睇到南巴勒海峽。同埋西九文化區上面呢，快將落成嘅故宮博物館同埋 M+ 博物館添。望返入嚟個廳啊，整體係非常之方正明亮㗎。樓底高度呢係有9尺。業主除咗加咗個水晶燈之外呢，亦都加咗一辣嘅射燈，視覺上令到個廳呢更加之大氣。話埋俾你知啊，其實掛畫旁邊呢一度呢，全部都係收納櫃嚟㗎。你只要將啲玻璃鏡推開呢，全部都係收納空間。呢個設計咧，令到個廳更加之立體同埋光猛，設計真係唔錯㗎。近廳第一個房間大概係67平方尺，整體望出去嘅景觀咧，全屋都係一線嘅維港景，非常之開揚、舒服、光猛同埋震撼㗎喎。而呢間房咧，同隔離嘅房間個牆壁係打咗，換咗做2個大嘅收納衣櫃，睇下收納空間係非常之充裕㗎。呢個設計咧真係幾唔錯㗎，令到成間屋咧整體可用嘅空間咧係大大提升。而隔離呢間房咧，就算間咗2個位置做2個唔同嘅櫃，都仲有成60平方尺啊，非常之寬敞。同樣個窗台位咧，你都唔好嘥咗佢啊，因為可以完全地用得返㗎。打開個衣櫃俾你哋睇睇，收納空間咧同樣都係咁多㗎。而呢間房咧，相對地比較容易用，因為咧係更加之方正。而冷氣機旁邊呢個位置咧，偷咗大概5尺幾，係做隔離房嘅衣櫃㗎。呢間主人套房未計浴室嘅位置，都有成140平方尺，而門嘅後面亦都有一個高身嘅收納櫃同埋衣櫃。你睇下，絕對可以俾你咧放返一啲比較少用嘅衣物同埋雜物㗎。而睇睇睡房區嘅位置，係非常之闊落。絕對可以俾你做到3邊落床嘅效果，就算放埋2邊嘅床頭櫃都絕對充裕。呢度望出去，除咗都係睇到無敵嘅維港景之外，仲可以睇得更多嘅南巴勒海峽。整體咧係非常之開揚舒服，日與夜亦都係變化多端，非常之咧無敵㗎。而呢一邊嘅牆身咧係加咗個 L 型嘅衣櫃同埋收納櫃，所以咧收納嘅空間係非常之多㗎。再買多啲嘢都一樣塞得落。浴室嘅位置係重新裝修佈局過嘅，原本淋浴嘅空間係改咗做梳妝台，仲整咗一辣嘅射燈。而呢度咧亦都係保留返個浴缸位，重新裝修過之後咧，令到呢一個浴室位啊更加有空間感。Corridor 嘅旁邊呢一個客廁位置咧，亦都係重新裝修過嘅，由淋浴嘅空間係改咗做浴缸，同樣都係有窗㗎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出返去，由另一個角度睇返呢個客飯廳啊！整體除咗睇到一線嘅維港景之外，亦都咧係方正、光猛、開揚同埋好用㗎喎。收納櫃雖然多，但係咧完全冇累贅嘅感覺。我哋睇睇玄關位旁邊嘅工人套房啊！未計浴室位係有成33平方尺，呢
呢度做咗一個大嘅床架，都仲有咁多位剩。最重要呢間工人套房呢係有窗㗎，而收納嘅空間呢同樣嘅多。裡面仲有埋工人姐姐嘅獨立浴室位，一樣都係有窗㗎。而業主另一個聰明嘅位置呢，就係偷咗少少工人房位，做咗一個呢大嘅收納櫃、鞋櫃，就喺門嘅後面喎。等我打開俾大家睇睇。由呢度睇到呢，可用空間同埋收納空間係非常之多㗎。最後同你哋介紹埋個廚房位置啊！呢個廚房保養得非常之新淨，可以睇到呢，呢個 U 型嘅工作台位亦都係非常之寬敞㗎。同樣由呢度望出去都係睇到呢個無敵嘅維港景，而收納嘅位置呢，一樣咁多㗎。呢度呢，你絕對可以放埋水煲、飯煲、榨汁機、多士爐，絕對冇問題㗎。呢種保養新淨，仲要睇到無敵維港景嘅齊衣櫃嘅優質海景3房單位，相信一放盤就會一閃即逝㗎啦。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Lily 約睇啦，唔好等通關先打俾我啦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